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强烈大陆热气团到位，加上受到辐射降温的效应，全台湾是寒假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今仔日透早，气象署针对全台湾20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，其中10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，温度可能会到6度，甚至是6度以下。其他10个县市是已经出现10度以下的温度，提醒民众都要穿好少。即时也开始热气团会减弱，各地气温会慢慢回升。北部、东半部、偏湖、金门高温会回升到18度至21度，中南部的高温是22度至23度，马祖是14度。各地早暗的温差拢真大，尤其是西半部会差到10度至15度。咱落雨的方面，今仔日是无啥雨，干那华东地区可能会有沙沙仔雨。咱台湾其他的所在，偏湖、金门、甲马祖，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、稳定的天气。